屏东东港开启强神堂是欢乐这家长期的社团体，所以推出家长面谱体验的活动。唔但好民众来画面，也来学习这基本的动作。老一辈的画面师傅是带少年人来传承技艺，希望打破外界对家长的印象，让大家会当重新来认识在地文化。阮的面的腔调，阮的是本身的是较粗线条。底色拍好，少年画面师足专心，一笔一画，甲面谱的线条画好势。老一辈的师傅伫边仔指导，画好了后，两个世代的画面师才做伙讨论开面的手路色水。烦恼这个技术消失去，屏东东港开启强神堂的老画面师，配合庙方推出家长面谱体验，让这项传统会使延续落去。老辈伊教的，啊伊袂像迄聚会啊，一代传一代的，甲聚会有时甲要传承落要老花要啥物话要教，有时即种的袂讲3、2工要教，就是会。除了开面体验活动，嘛会教民众区尾步跳家长的一寡动作。东港的开启强神堂表示，因算是当地家长文化的源头，嘛是文府千岁七角头之一。毋过庙宇甲家长后来拢互人歹印象，几年前就开始甲庙宇文化结合教育活动，带民众重新认捌家长的文化。祈祷因就是甲阮教讲，出门也是装家长，就是一定爱遵守规矩，袂使部分人食薰翘骹，袂坐姿要有坐相，互伊有体验到即种面谱的即个一寡文化，也是家长的精神。总干事表示，接落来伫10月甲12月，阁会结合王俊文化馆举办家长的体验活动，希望吸引愈来愈侪人斗阵改变对家长的看法，打破学家长拢是歹囡仔的印象，做伙感受顶头文化的提升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